石头，石头，英总，英总，你没事吧？英总。对了，你听说过幽闭恐惧症吗？哎，等一下，谢谢啊。怎么回事啊？好像坏了。有人吗？你怎么了？哎哎，你没事吧？有人吗？有人吗？你怎么了？你没事吧？你没事吧？要不送你去趟医务室啊？没事。哦，对了，怎么称呼你啊？哦，刘峰。我叫云诗彤，谢谢你，刘峰。没事。算了，还是去趟医务室吧。走。好了。接下来就看你的了。OK。石头，石头，你怎么了，石头？我送你去医院吧。英总，英总，你没事吧？英总，这没你事儿，你让开。我是保安队长，我不管谁管。我让你让开。英总，你没事吧？英总。
饭了是吧？要不我们先回去休息一下吧。你的意思是，你怀疑是我泄露了红鼎的机密吗？何主任，我是公司监察组的组长，我有权利怀疑每个人。我告诉你，你别想拿话套我，我是绝对不会背叛红鼎的，而且我更不会背叛师彤。我只是想提醒你一句，你是师彤最好的朋友，我想你想清楚。喂？什么？好些了吗？是。你来做什么？我来这里还需要向你汇报吗？段飞，你怎么在这儿？方卫跟我说你出事了，我有点担心。我没事。怎么又是你啊？是啊，我也觉得奇怪啊，你倒是无处不在，每次都能碰到你。我不是跟你说过吗？我是安保部部长，我有责任保护红鼎和云总。哦，是吗？那你们云总刚才在电梯里差点出了事故，那个时候你在哪儿呢？什么事故啊？说了，师彤有幽闭恐惧症，你知道吗？你连这个都不知道，还好意思说有责任保护云总的安全？都别说了，想一个人静静。何主任，事情都办得怎么样了？我相信段飞已经查到我了。收手吧。你最好好好的配合我们。如果你的事情都让云世鹏知道，后果你比我清楚。你不要再威胁我了。我只是想提醒你，你已经没有退路了。看来已经有人坐不住了。
需要你派手下跟我一起去红顶的数据库，我要下载个密钥，你的人来做掩护。要人可以，但是你想。